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我是陈明珍。关西镇地北度的正义路，也就是新竹县的1月8号沿途哦，无论是银行、市场、公所，甚至邮局等等哦，都到两条路当背啦哈。不说是关西镇最闹热的一条路，但是伊也是国土3号关西交流道下来以后，要跳到台3线所有观光景点，一天要经过一条路。虽然下是平常的时间，可以查流量啊当正常，但是到冰凉的时间都太彻查、太大件的情况。不说这个种的都市度，这种关系镇地北度，冰凉的时间查流太大件的情况呢？到26年前是有乡亲提出讲要向外看的套路啦哈，不过到民国18年、1801年的时间，当时因为环评无够，韩国要用了市价整数了土地的价钱挺高的，故所了外款套路嘅。可能是停下来，一下又有新嘅发展咧，新竹县嘅公务局又请嗰种规划公司嚟做评估，韩国嘅那种嘅路线很用扮演较好呢。韩国嘅那种嘅关西镇嘅发展，咁正经开一条新起嘅外款套路是嚟结建呢，係向地下行业太服用，堂堂乡亲意见，一堂堂公部门甚至专家學者其實想法乜解，強嚟關心。以下節目鏡頭來到呢個太和宮拜三觀太鐵太和宮嘅廟片啊，來討論呢種嘅關西鎮地北度嘅交通到底太大嘅情況，冰涼嘅太大嘅情況有辦法改善冇哈？其實村民台飛到101年嘅時間啊，嗰陣時 T310哦，是來關西討論過，讓外環套路北山里龍鳳橋嗰片嚟協調嗰種外環套路，由西到東哈。全國呢關西鎮地北度南偏沙地方是人外款套路，不過因為環評無夠，韓國經常都會辦的時間呢，那種嘅土地徵收嘅嗰種嘅用公告市價加4成變做係要用市價來徵收，哇！以下嗰種嘅工廠嘅總經費增加非常多。不過嗰陣時呢，嗰條路是冇起，不過冇起以後，按多年來關西證明對那種嘅交通大嘅問題係呢是當少啦嚇，唔點樣成樣好，因為啲嚇要馬上要到。處界嘛，可能要切到行嚴重哈，故作今日討論。馬上歡迎收嘅現場嘅來賓，第一個呢係新竹縣政府公務處嘅處長羅創傑，羅處長你好。大家午安哈，大家好。好。再來歡迎收嘅係台語台嘅教書，佢也係就關西出世哈，文史工作者陳班陳教書好。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再來係中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的內主任羅旭壯羅教授，你好。主持人好，所有關西的民眾大家好。好，那羅教授他擔任關西鎮促進產業文化發展協會諮詢顧問，從98年到現在，將近快要10年的時間了哈。所以等一下可以來請教一下羅老師，他就從這個遊客的需求面來看看我們在關西的這些。不管是景點的發展也好，或者說文化這些深度旅遊也好，可以怎麼樣來進行哈？我們在台灣其實哈，所有很多鎮的地方哈，都會頭擺哈發展它走的地方哈，像某個地方很多鎮呢，這個交通發達哈，工商經濟發展當好，人口啊拉哈，那鐵路都會建築的規模也有按多哈，各種各樣事，所以從鄉改為鎮，關係因為依家按用型做發展的地方，佢唔過佢哋喺目前停下來，係發展停下來，所以看到人口係28003，比富橋鄉較少哦。唔過佢頭擺係新竹市區，韓國嘅竹東鎮係新竹嘅三泰鄉鎮哈。嗰樣事你看到關係佢北片老呢嘅桃園嘅龍潭。台海韓國復興區，這邊有羅馬公路，冰涼嘅時節車潮非常的多。再來看到咧，下邊有尖石啦、黃山啊、薑林啊、新埔啊，佢也係順頭遷到熱門嘅觀光景點台三線，一種觀光熱潮呢，非常人多到去留了地方。到底咧下，你講正義路冰涼嘅時節交通太大嘅，現場嘅情況樣板現身，等等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從長車前切頭關西市區市區往南，
今拜六礼拜，关系铁路局门内10分切。是讲系挨做义工，是讲对关系像呀工人，尤其工人最辛苦啦。专门交通阻塞，没法度，那个车辆都没办法嗰种来通嘛哈。然后嗰个市场人像有的是不耐烦啦，我今马了就义工就。就看安庆委员将上从北部列到景点，偏出无经过关西市区。不过上国土3号则系台三线，关西市区顺向顺线土无法度疏解按道的车流量。因為全部會塞車，對民眾嚟講，佢上下都冇方便啊。佢有到愛鐵進來，愛出去嘅都唔方便，會塞車啦。平常時是很好。民众吃到唔利片，但是店家态度无嘛热挺，有的吃到观光客sẽ带来商机。因为关西本来就是平日，你看街上本来就没有什么车嘛，那就是靠假日。但是没有专门做本地旅客生意的店家吃到无安好。俺的做的生意全部在地人了，不是观光客，还好，都是在地人才会吃我们自助餐。前面全部塞车啊。全部车子出不去啊，人家也进不来。俺这是看很多车子啊，就是很多车就这样子，可是他们不会下来消费。因为你讲人潮是前潮吼，那种茶量在了人潮，都来人潮要带来前潮哦。前面这只书都访问嘅关系证明讲。查车唔过记得唔会考虑收费呢，所以关系证有从高路财嘛，所以看下都带做乜会切查啦吼。主要系利用太交通嘅通线，一直喺东北可能到嘅国道3号，是讲北2高来用线，下边呢来到喺台3线，吼。那不论是国道3号也喺台3线，都会就是交流到下来就会双向4线，哈。四线道一进入我们这个180号的时间呢，这边双向，但是只有单线，是不是4车道变成2车道，所以茶流量马上会切查上用线，因为容量不足，还有所有的过境车辆要通过呀。关系交流道透到台3线的查会切到了争议路啦，但故说呢，那种咧也因为讲嘅交通嘅需求量盛壮，故说切到非常严重，所以关系镇嘅向先见反映讲，系唔系有外反的套路啦？哈，清醒的发展系去年年初嘅时节哈，你。关系那片的议员，韩国的代表呢，去到嗰个公路局啊，那个交通部公路局来澄清，讲系唔系那种嘅生活圈道路计划、交通滚动式检讨，做对老嚟考量那种关系的外反透露啦哈。去年嘅3月份，公路总局办了600万本公务处吧哈，来做这可行性评估。然后5月份的时间，5月底的时间呢，公务处所派人嗰种嘅做嗰种嘅调查呢，已经有一本那种诶，可行性评估报告初步版，省内劳力证明代表韩国迄种公所嚟讨论都可以草谈费，希望青年带在社会提倡嘅对权证证明嘅说明费，我想强调呢主张。就可能青年代顺利的进行了对全境居民的可以说明费嘛，目前进度样板型。呢个部分冇问题，因为你啊合作是规定的样嘢咯吼，所以你听我讲诶，该按照先期规划报告书，你要是宜昌吼，得标的厂商啊，他也是非常专业的公司啊，伊先提出了几只方案，本伊新部的关系的居民啊吼，大家咧提出佢嘅看法，包括伊嘅推标费啦、警公所啦、吼，所有的村长啦、里长了对吼，韩国推标了对，并且都提供了对佢嘅意见，长对修正。7月份啊吼，伊登记了对初步的意见整理好啊，因都还会开只说明会，吼，长对老大家来说明了进一步的规划。啊，可能今比嗰种规划嘅公司诶，义昌工程公司来派员到现场。那今天算是在全镇召开说明会之前，你们先来听听看乡亲的意见嘛，哈。所以今天乡亲提的意见也会做成你们在做这个整个规划评估报告的一个考虑进去。好，谢谢。好，来看一下，都根据那种地方上民众的建议也好，也系讲那种前期的规划报告，然后制造单位整理出哈比较简明版的哈来看。以国道3号高速公路北一沟来看，
北片，还有南片，那条关西镇交通改善的工厂哦，请大家看到。高原交流道呢，係做桃園嘅龍潭同路橋街片嚇，高原存在的高原交流道。交流道呢，目前已經那種嘅環評也過了，規劃也過了，明年嘅108年嘅營業是嚟通工嘅嚇。通工以後呢，關西服務區連外道路，公務變道拓寬的必要性也是降低的哈。那新中豐交流道呢，哈是講關西到要新中豐交流道，但是與法令不合，我想強調出讓。到底新中豐交流道係乜嘅法令冇合？呢一部分啊，哈，是佢高工局有規定，交流道到交流道之間啊，最少嘅距離為2.5公里啦。高原交流道，關西交流道，目前呢，未來他建議呢，新中豐交流道就好，佢距離長1點多公里，所以它是跟它的那個法令是規定是不符的。那可能南片呢，南片呢，北片看起來哈，佢係有希望，敗部復活希望哈。那可能南片係118線的拓寬了部分是講，你下煙柴正義路哈，你下東。繁榮樓嘅嗰條街路呢來拓寬，不過咧拓寬呢拆睇267件嘅屋啦嚇，哦，計真緊，出估嚇，工程費拆屋是12億，係住商用地，建樹到土地12億，嗰加上嗰種嘅工廠經費，掉起來25億嚇，係最貴嘅嚇，所以。用錢嚇，你係最貴嘅。那我看到係一種嘅聽下講到，日北空運也是原環評規劃路線220度，一種嘅前期規劃報告書裡邊有看到啦嚇。我想強調一下嘅，你陳老師講，咁樣新的日北空運業世界講嘅其他條路，你們提出很多看法嘛哈，表示講，譬如說對整個關西發展的歷史脈絡，或者是這個區域的紋理，是整個切割開腸破肚過去。剛剛也蠻看200家規劃路線，有出現到了先期報告地百度哈。那這張照片是我們的空拍大師齊柏林齊先生。他曾經在幾年前為關西拍下了好幾張非常精彩的空拍照片。那各位關西的鄉親大概就會知道說，哎，這張照片是在什麼地方哈？其實這張照片呢，也就是我們外環道，那個應該簡稱就是118外環道。也就是說，當年如果開了118外環道路的話，那麼這張那條道路完全就是開在這個地方，就是在這個地方哈。是。那這三塊地剛好是我們關西地區，鳳山西河谷平原，面積最大、土地最肥沃、景觀最美的地方。那所以在這條路線，其實它也經過關西非常珍貴的，不只是景觀，還有文化資產。好，所以假設那個外環道路開下去，老實說，以後關西不要講觀光旅遊這2個字，因為你最重要的那個文化資產跟景觀就已經消失不見了，而且永遠不能恢復。接下來看到就是好南片上連關西交流道，豐山還真樹上嘅。那種係右岸的新闢道路，係屬於外環道的一個部分。再來看到係連接關西交流道，韓國嘅咧種係以路體共構啊，這種咧河防道路啦、後八堡啦，那種係然後那種連外環道路咧連路體共構啦部分，基本哈冇拆案到嘅任務啦，哈。所以就這2個案子呢，係講等下你這他詳細討論是。這個規劃公司認為建議可行的哈，不過關係詳情講，那條行咧經過青島嘅規劃啊、評估啊，前的內容是擺下來還蠻低啊，但是另一條看起來係最夾嘅哦，花嘅錢就唔係按到，都在做埋唔係討論技能，像新聞記者嘅團隊吼，然後伊採訪到呢高工區嘅關西公務團，看看佢哋對條路嚟拓寬，有可能也冇可能，也講其實要做較長期的神像，較長期的神像嘅話，有可能都幾會時間之內嚟完成。想先聽聽新聞記者剛才去了解一下。這條他們平常的公務，就是它裡面員工通道，
用公车快的片头，本关系父母区上班的员工在桥都摆春叶，看准片头在通道国头3号同台3线连满片片的路线，地方人士提出要同片头帮助把公车快嘅松线松向头来改善关系的交通。因为地方他会看到说有一条路在那里。那这一条路可能他们就会认为说，哎，有一条路啊，只要把它稍微改善拓宽一下，那车子就可以走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道路的设计的时候，那必须要符合不关规范的相关规定。基本上它的设计水准并不是很高，这就当初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员工机车来通行。除了路的设计，俄克府交通部办高速公路父母区设置也係開放鐵區另外套路審查焦點。片頭本身算係水土保持區，坡土超過是開發的限制，國家要經修土地，做好增加難度。因為它的寬度也不大了吼。那如果說你今天為了整個關西還有龍潭地區旅遊旅次的話，那很多都是大型車輛，那這一些大型車輛可能也沒辦法走。因為它的寬度的關係，可能也沒辦法走，所以也只能走小車。還有往內區高速公路做過環境影響評估，那係要幫片頭，我另外去做環境差異分析，關係到法律的問題，我更加好時間。如果說地方他真的覺得說，哎，我真的是有這個需求，那可能他還是要根據我們的高速公路服務區增設這個連外變道的一個審查的要點哈。來跟我們申請，那我們會邀請專家學者來做審查。那不過我剛剛提就是說，因為它算是一個蠻敏感的地區啦，所以它通過的幾率是蠻低的啦。高公橋咪講，連萬基建規劃托關係交流道以北大約3公里的位數開9年交流道，喺這邊愛去廈門水庫、小人國同六福村的遊客，唔是個經過關係市區，是減少關係鎮的車車壓力。好，新聞記者去採訪嘅啦，關係嗰種嘅公務團嘅高速公路局人員嘅看法，唔啲現場嘅鄉親對於呢種嘅一條聯絡關係嗰種嘅服務區聯絡套路，係咪因為講其實啊，佢都直接連接台山線啊，到龍潭啦、橫山啦，都對老茶寮搬出去，係咧希望講有可能嚟進行，像現場有鄉親對呢條路有乜意見嘅冇？好可能劉先生係。我们台山線就是當時設計高速公路的聯絡道路，它交流道就是設在台山線，就是現在的我們所謂講的變道，然後旁邊也好，那邊就是交流道。就是因為它離休息站太近，就會像西螺交流道和西螺休息站一樣，所以他就把這個交流道再移到北山里這個地方來，所以當時是臨時改變的。所以這個流量是剛剛講雙向4線道。和我們的雙線2線道，就差異就在這邊，所以關西會塞車。我想全國可能唯一一個關西鎮是交流道下來以後就到市區來塞在這邊的打結的，或者說他們玩好以後要回去，他還是要到休息站去，他才南下北上。但其他交流道有新共的理由嗎？最起碼西湖交流道我也去踏看過，西湖交流道也很多，其他交流道我都還沒去看呢。我講最近的，它也就是和我們這完全一樣啊。他就開條路，是吧？它比我們更彎曲，更坡度更高，所以這條道路當時我就想特別，我私人就花了很多錢哦，花了一些規劃公司的規劃。這條可行的地方就是說，因為是就剛才講的路網的問題是要解決啊，是高速公路它要解決的，不是我們國道我們地方政府要解決的。你國道要疏解到高速公路的塞車啊，你必須要將這個車流要疏解掉，要怎麼讓它裡面的人疏解到我們的聯絡道路到我們的目的，假如說到建15峰啊，到我們的這個景賢樂園啊等等，要給它疏解，是你國道的問題，不是地方政府的問題。所以這個法令上應該是從國家的道路上，因為這個土地是已經徵收走了，兩側都現在都變原始林一樣，你徵收去又放在那邊荒廢掉，為什麼不開路呢？是不是？但起了條路徑，沒講起了條路，環道路還能起啊，那是中長期的計劃。你在中長期，你看你。5年、6年你還起唔好啊？5年、10年你可能還有問題嘞。就馬上可以解決，說這個先解決，中長期才說啊，我們南側要怎麼去規劃更完整的哦，就剛才的那第幾案，大家還可以討論。我想先請教一下羅教授，就是說，究竟就是說，像這在遊客來講啊，因為你比較多是從這遊客的需求面來看，就是說。
交通跟一个游客他到一个观光景点或者是游乐区，他的意愿之间的关联性有多高？那这个你看到问题症结点是什么？关西它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由一群民众所集合而成。那这一群民众，他其实对这个地方有一个所谓的记忆的认同，那导致了产生有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如果它形成一个景点之后，它可能需要有交通的连外的道路，到时候产生一个面，从点线面来看，然后造就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光区域。好，那交通重不重要？它当然很重要，但是在观光休闲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它的确它会受到交通的限制，那这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反应。所谓不可逆的反应是，当人们的需求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会发生。那发生之后，才开始发现到底我们应该要开连外道路，或者要讲求经济，或者是要有其他等等的一个发展。那事实上，这之后才会有因果关系。所以就我们来看观光休闲的发展，理论上它应该是要跟地方共荣共存，而且是共生。这是最主要的前提。是。它其实不会因为有其中着重在一个的发展而影响另外一面，事实上其实是不会的。好，谢谢。好，我想问题高中的强高层高数，其实交通路线开了以后，很多地方会因为一样型发展起来像关西铁站，太行呢，是六福村嘛，所以这样是民国69年起的叫动物园，后面到民国83年的时间又变做迄主题乐园。85年，你关西镇地北度迄种诶交通是开始太大架咧，所以交通确实会带来观光人潮，但是观光人潮也使得你现场采取关西镇的证明给生发品质，甚至不用了你的时间，外围的生意的政府没被受到影响。你也有办法去做用嘛型的观念的改变啊，也係講那種嘅交通疏導管理的措施，有辦法用呢個改善嘅情況嗎？都在啲關係啊，要向慢慢的方向去發展。因為過去玉福村也好少年國也好，都係發展嘅時間。對關係嚟講，多少有幫助。不過咧，還係影響較大啦。因為交通嘅方面大家落到了地方上冇辦法講因為呢度外來人嚟到，使得經濟發展嘛。冇係按講看下過去關係鎮頭擺係有5萬人山嘅，你也創到2萬人山嘅，有按睇起那個遊樂區都順頭啊，遊樂區都啲大部冇本地方嘅個生意又增加幾多所以我想呢件事情確實要面對啦呢下其實中央有隻青衝了隻國家級嘅計劃，浪漫台3線。浪漫台3線嘅目的，係本台灣那個台3線當個客家莊啊，有機會再發展。到太海，到龍潭，關係喺充電中嘅充電地度嘅充電啦到橫山竹東一跳到東西嘅石港，按長要150公里啦。按長嘅地方咧，過去咩政府也好啦，地方也好，當想要發展，不過因為各種嘅原因冇辦法有機會好發展。呢擺種就國家型嘅計劃，本關係就機會過去共同嘅情況來用外環土來解決地方上嘅問題。當前出嘅是一條路沒有嘅公幹，特別當當嘢啦結果因為有條路要經過公幹去到泰安，因為泰安咧咁嘅按到文產非常按後面大家去嗰邊。結果咧是一條快速路行過去了後公幹上面冇落條去吧，公幹上冇人行啦我想呢件事情你關係沒有好好來考慮啦。外圍嘅經驗雖然值得嚟參考，不過對關係鎮嘅鄉親嚟講，我搭咗禮拜日度測查係成法嘅現實啦我先嚟討論是講，到底禮拜種嘅選區嘅規劃地擺度，佢還有2種建議可行嘅路線係樣版型你看到係交通改善策略，這個右岸係講鳳山海嘅增速上啦增速上旁說到新闢條路線呢，路線是你看到種嘅紅色鋪分佢全長係3.3公里，而且實體工廠經費15億元
经过后摆的桥梁，就是粗两粗、三粗样、三粗天天吼。唔讲工厂的起点，我用高架的方式来起哈。唔过因为那条路线的部分啦，你市区联络道路啊哈，有嗰种嘅连接部分，所以容易会有交通回堵的问题哦。西向外反道路，假使又有交通回堵的话，还系无嘅种嘅问题啦哈。再来看到係另外一条路堤公告的部分哈。那路堤公告呢，其实它重新哈，一下子都在风伞海那片哈。有些时候会行到右岸，有些时候行到左岸去哈。佢主要係啦风伞海左岸嘅路堤公告，是讲本来嘅防太水嗰種嘅堤防哈，然後要變做路哈，一擺嚟嘅，你風傘還會淹水，還嗰種交通嘅問題，然後路堤公告，故所佢嘅工程經費又較多一些嘅係22億元，然後大家路線無完全係3.2公里啦哈。我想講你公務處那片子講，你兩條路線係唔係？你都認為講還有可能來起嘅，目前嘅評估係樣辦先。你唔管係路堤公告啦，或莫是講北側嘅個路線啦，吼，其實你將來有沒有考慮到大家嘅意見？更何況還有因啲環保嘅議題了對，我相信呢一部分大家都會共下來解決呢個問題啦。我想對啦路線嘅部分，係咪你相信有意見、有建議嘅？這位大姐是不是？刚才有提到一个那个高原交流道的部分，因为之前我们那个徐新委员在当立委的期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跟高工局那边去协调过，因为高原交流道其实它那边如果可以完成的话，它可以设一个指示牌，它可以把一些往横山或者是往内湾北埔方向的那个路线，直接把车流往那边导，其实就可以减少一些我们往关西这边的那个的车流量这样子。我了解先小姐意見，韓國了解係嗎？頭先看所有嘅報告嚇，還係路堤公告最好。哦，路堤公告最好。因為喺後巴上呢，之前係國有地嚇，係河川地。所以唔是老老百姓徵收，按到個土地，韓國唔是拆按到人嘅屋，嚇，唔是老人徵收咧，私人嘅土地要按到經費來徵收，韓家唔會像頭先你嘅鷺江基金會陳理事長講啊，唔會破壞你嘅規則嘅話，所以看個土啊，嚇，唔會講對住老人破壞去，聽啲河巴按人嘅去，嚇。你老百姓嘅良田啊，人唔會流失去哈，做啲護堤，學生人接人嚟做路，不過而家國家一係平面啊，哈，認為咧係最好嘅方式。你個大摩嘅線上，大摩風摩嘅線上係，你對路線有咩相反建議嗎？係？1803年外環島，吼，我當記得我有參加，去3排。台北地震師去開會呢，也有環保人士，也有公務處人政府嘅，也有民意代表，包括劉代表、劉主席啦，咩代表？向佢代表冇禮貌，主席。但是呢，咁你認為呢條河道哪位呢？你就讓大家講麼？第一點，第一個。經費到位，環評經過，土地已經徵收。我是本安尼後線上後然後，實際是老安尼關係冇到冇未來、冇前途、冇經濟，變安尼13鄉鎮呢？我咁台上講13鄉鎮啊，最落後嘅鄉鎮，家下。每的環保人士一共開3排嘅土地師、地震師開會，第2次冇馬上嘅，第3次冇上嘅。議員，那我們聽聽規劃公司，他這一次對於原環評規劃路線，他們目前的規劃狀況是怎麼樣？幫佢談一下，講一下意見，好嗎？目前後面2個方案都是路堤共構，就是我們盡量用。所以右岸這邊也有路堤共構部分。都是盡量利用河川地去來開出我們的道路，因為本來河川區河防安全，它就會去做堤防，它應該要做堤防的部分，那只是現在還沒做。那把2個計劃能夠合併在一起，那
右岸的部分是尽量走右岸的部分，到最后不得已碰到那个庙的时候才走到左岸去。那但是它拆墙比较多一点。那因为避免拆墙，有些部分可能就要走到左岸那边去的哈。那所以其实都是利用它的河川地去做陆里共构的做法啊。那尽量不要用到一般的特农区的一个土地了。那既然是这样，那以上。好，谢谢。睇翻一個李總講到，佢翻係10年嘅時間，然後個 Q 嘅派出所嘅經驗嘅縮沙哈整理起來。然後其實關西有一條全台灣最短嘅總正路啦哈，特別人講嘅關西人講嘅10點嘅路嘅，特別有大沙大鐵嘅路點都係到個到嘅，一下子到路點離開嘅以後，但是新嘅文創產業、新嘅後生人做到故鄉，有冇同樣嘅想法嚟經營啊？也係唔係其實也係關西，除咗咧路面嘅設計討論以外，關西人希望尋找頭擺嘅公用嘅一個新嘅思考方向啦，像到底你喺目前嗰種嘅新嘅文創聚落哈，到10點嘅路嘅經常都用版形成等等，希望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就是会黏在一起。因为它现在离开温度了，所以你就要很快的把它拉开来。普设关系路嘅外部居民同青年从业者深入去发发利用，但是每头闹热的气氛平常时冇有入卡。不过日白天后讲，有东道胜利东好的店家，民众同街路旁临时停车买东西，甚至停喺路东岸，你行拖空间唔大，民众吃得都危险。就是关西市区比较狭小，然后人行道比较不足，然后人车比较容易争道。还是就变啦，经常来关系打球的啦，经过市区的路吼，人啊吼，佮多安小人的啦，老人家会行马路也得，会睇马路方，会影响到安尼交通。一般的我县市的车是经过是车速佮急，所以个有危险。关西政府有停车场，有166个车位，但是离闹热的气氛还有20段距离。对官方讲，我总爱款头，目前某一批市区疏解交通，店家认为连晚通线的问题还系要先解决。大体嘅人，佢唔可以講我以前停車場係讓人入去買下東西啊。可是講路上停下買不到，還是行一批費嚟是一樣。今年有5000萬的錢不到位。我哋專門愛人行道，今年嘅停車場，車頭咧前面嘅停車場，也本人租起咧4年，本人租起大概約4年900萬，街路又沒有劃線，成班後來冇收費嘛，本來就係讓人一隻習慣。政府發言講，關西路太狹，下這擺停車格乃係收費，避免民眾同車停到街路旁，係疏解部分塞車嘅問題。好，雖然有那種嘅新嘅文創嘅路、文創專業嘅注入活水10點嘅路嘅，但是可能交通大嘅二嚟路嘅老了而慢速度影響，像參加陳教授，其實關係條擺當作是發展，要當層嘅嗰種嘅歷史嘅脈絡，然後要台三線發展都會連到強下，要當層嘅嗰種嘅歷史的街區、老街區的紋理，係出懂得去好好老了嚟行嘅。但是咧嚇交通嘅問題會影響到咧計劃嘅推行進行麼？交通嘅問題，國家有一個國家嘅發展嘅計劃。唔過咧，地方上提出一個計劃啊。地方上按照咪老外嘅呢好嘅文化嘅環境，攞佢推行出去。有人講啊，你各地開始推行呢隻計劃，叫做慢上計劃。我落到關係，我慢慢地行，天天地了。逐條街路、逐點啊，都天天去行。唔過你啊睇架嚇，因為車關係啊，冇辦法天天行。個個做睇下人嚇。其實講有辦法，問大家從啲人坐下來，天天去看，慢慢去行。個關係不得了啊！因為關係自然多。加我到嗰啲面點啊，跟那個富樂鄉先就講啊，關係哦按太裝頭哦，冇發展起來。電刀啊，個山都嘅內環啊，個裝下個北部發展起來咯。係嘛個原因呢？因為你自家本身對人文化嘅自信心嘛，冇按強烈。你要對自家像你太佛強啊，按講嘅沒有啊？你其實你沒有人當強了，頭擺按不起，
过去要是讲吼，要拆哦，要了去装修哦。不过咧，又要留下来，按讲安没，我不太个看得到。迄讲按这点这滴哈，都不用看到的时阵，关系上演为数啊，不得了按到。那因为今日吼来，按假是隔天吼，呢条路吼，隔天那条路啊，脱脚。脱脚。因为大家还冇想清楚呢，都在挨落服，慢来发展。我前几日突然发现，从重新来到，我头个带下3吨啊。下3吨都挨不下，上个客家、柳家，上到东湾国小行路啊。特别嗰条路你也被行出啦。不过现在路咯，我被要行过去咧。原来嗰条路它冇人行咧。我係看啦，順的是路屋啊，看下是路屋，行到個路上時啦，行定一下。不過我要看，冇好好去發揮，冇去用。cái điều價順頭就穩產包產稅，咩穩產？產稅孔都該包出來。你都該寫散嘅嚇，一隻寫散戶按講啊，因為家早前兩個用突然摸去看，頭個係潮水料啊，為數，你啊全部冇人料咧，河巴冇人料啊，路路冇人行，橋路冇人治理，誒是誒，啲關係嘅機會到哪位？所以我因為講嚇，大家重新來考慮，誒關係嘅未來乜嘅？誒你推人不做喎，行推人要咪行，第三推人要咪行。迄個按上些，你不提講交通唔係按鍵單，是講開路天天。交通本人做嚟通過，做嚟經過，咩做嚟停留，做嚟了為數。我想呢點我可能太搞詳細嚟考慮。詳細嚟考慮後，那我想請教一下羅老師，就是說，我們今天其實討論很多這種交通好跟觀光休閒之間的關係。那有沒有什麼樣的研究來告訴我們說，事實上交通的便利，或者說交通的，或者說一個觀光景點的可及性？它會決定些什麼樣的這結果？告訴我們好嗎？謝謝。其實關西有很多很棒的人文景點，那剛剛也有提到，它這些其實是不可取代，甚至這些景點它是不可以移動，所以它需要有外面的人進來到這裡來認識這個關西地方的美。但是現在關西因為受到塞車的影響，所以大家其實停留下來的時間不久，假日過境的車流太多了。然後甚至它其實只是過境，然後影響到交通，它反而不是停留下來去欣賞這個地方的美，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所以在整個規劃上面，交通它只是疏導，那到底有沒有跟地方能夠做一個結合？這個是所有大家居民啊、民眾、政府單位，它必須要同時坐下來考量。那有時候我們在做觀光休閒的發展同時，事實上我們要做一點點的取捨，那不可能是所有都是大家都贏，不太可能。那這裡面的取捨的部分，如果回到觀光休閒，它原來的最一開始的初衷，事實上還是保留在地的美跟人文，其實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我還是認為文化資產其實是關西最重要的資產。這一塊無論如何都應該去把它保留下來。好，這個可能是我覺得是最重要的一個前提啦。好，那這就是初步我的看法。好，謝謝。好，其實咧嚇，關係啊，當到後生因轉來關係啦，家鄉而來發展，記得第二線嘅冇強讓睇擺到諾貝石頭路嚟講，記得你下後生因下校嘅苗路黨輩嘅新興嘅種利潤風潮係乜嘅？記得想法，我想請教你嘅現場下後生嘅關係嘅主題，大概做風衫嘅先生係。你講我去條路本差實實過去，就講車潮就是前潮，好像有一點矛盾哈。如果穿前就差，如果會實實走，所以我講個呢個交通規劃來講，嗬，可能個停車場，就是呢個停車場係唔係做得變立體嘅，好，做立體，或者說我們做地下化，好，等等的，哈，用這樣子的方式，哈，本該車落來就萎縮後停，佢停下來之後是慢慢流，哈，從呢個萎縮來講，哈，關係，哈，呢個太無強，順頭有該日站。好，樹德醫院哈，有分駐所，有所長宿舍，順頭又有中正路老街，有傳統市場，順頭又有個東安口，所以我們也要思考一下，你會到該假日按大量的車潮蓋一條路，該平常時要撞門呢，來做乜解？在上到平常時哦。所以門內講有門內路是錯嘅。係唔係講平常時沒有另外的方案能夠振興我們的觀光旅遊？哈，不然你
你口上嘅行啊，都會機會來，有啲就土地，你上去吹會帶到路啦，哈，即係帶到嗌到下一台嗌咩希望你啲環境做得好，佢咩唔是按辛苦去摸背後病吼，按基礎打好咧，實在是要考慮加強繼續達標，咩就叫做思考嘅一個方式啦。其實對外面人來講，喺從關西交流頭下來經驗叫做正義路嘅時節，看到嘅係滿田吼，都係天線非常非常的多啦。冇聽出來咧，天線先豎起來，嚇，那個招牌看板先改改，係真腳就做得多嘅。啊，底下有關係，採貼字體對一種對問題提出給佢訪問來解決，係咪這樣來說明一下？請說明一下。應該說。如果招牌變小，電線收起來，市容變乾淨，它的整體的美學會提升，讓在地的人跟不管是遊客還是小孩子看到哦，其實我們家鄉有些東西減法，東西減掉，它還是很漂亮的。對，我覺得、這個、希望自己的家鄉關係能夠有所轉變。對，所以目前計劃裡面大概是7-8成以上，從正義路開始一直走到這裡，這整個這麼長的街道大概2-3公里。然後500多個招牌，然後400多個招牌，300多個店家，基本上7-8成以上要配合。所以之後如果真的往下執行的話，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很不一樣的關係。陳教授，你係唔係台三線浪漫台三線嘅一部分嘅計劃？你哋按樣營造想要達到嘅目的係乜嘢？想要改善嘅係乜嘢？頭擺呢設計招牌啊，喺每度設計嚇，要做生意。好，譬如看到說咧，你下做招牌，然後特別冇空裝哦，冇空裝到哪位咧？我唔單止考慮藝術家，我考慮公眾啊，睇自家共同來配合，所以我街路會有隻當好看那個風景呢。你頭擺唔是想過嘅事情呢？喺呢個東西做起來，關係不得了呢，唔單止關係不得了呢，新竹站不得了呢。你可能係同台灣體集下，然後規則鄉鎮地圖啊，個市鎮嚇，個招牌都做起來。好，咁我想喺請教你現場嘅詳情啊，所以講對於關係，你喺目前看得到嘅，嚇，逐禮拜要出差都係唔敢，係現實嘅問題。但是現實問題係講我嚟解決，又係講為長遠來想，嗱兩種之間唔對於乜嘅冇共樣嘅了解欣賞係。高公子嘅總嘅路線啊，有誤導民眾。唔留路來比白，關係交流道去6福村呢替代道路啊，佢喺啲新埔、石岡啊、水板條嘅連上，人群嘅2公里路多起嘅東西，而家喺面列都7-8公里，你全部本末倒置，因噎廢食。我啲入邊還老設計公司嚟講哈，你設計的人啊，你一定要採取地方的意見，你不要那一支筆尖尖啊，你寫的就算哈，我們是會看的啦哈。我想這樣簡單的報告一下。好，謝謝。好，喺那邊還有細阿姐，喺這邊有位小姐。我個爸爸啦，我個阿婆咩喺到關西呢度上到台，不過我唔喺到呢度台，我到台北。然後我自己其實是一個到處旅行的，你可以說是下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這樣。然後我走遍了這個世界各地，就不止台灣，就很多很多不同的其他地方，走到歐洲或者是美國各個的小鎮。我想要去那個地方去旅行，所看到的就是生活。所以我其實來到關西這邊，我其實是非常非常感動，因為我看到很不可思議，他比我去了很多很厲害的地方還要強很多，因為這個地方有很多是跟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然後雖然我不住在這邊，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而言是最珍貴的。對我如果是一個下個世代的人，問我50年後我想生活在什麼地方，我會希望我的家、我的地方能夠讓我去看到原本的文化還有自然的環境。然後我有個朋友跟我說，他說我們讓一個地方長起來，應該不是觀光這一件事情。觀光人們不會了解你，他來了，他拿他要的，他走了，去任何一個地方都一樣。可是如果是生活的話，那是這個地方，它只是越讓自己長得越是自己的樣子，把自己的美完全表現出來，人們就會吸引。所以，比如說法國也沒搞過觀光啊，什麼也沒有，他們只是做他們自己的，人們就會想要到這個地方去了解。
所以我觉得关西是非常不可思议，然后非常非常珍贵的地方。很希望当关西人能够好好的在关西生活，或者说关西能够让关西镇民能够好好的生活的时候，这个生活就已经很吸引人了。是，而且我觉得在接下来的10年，这件事情会非常非常，因为不止在台湾，在世界各地通通都开始了。关于这样子聚落的形式，它是远远比城市更珍贵的，几乎是先锋这样。好，我解了。请老处长哈是讲，因为唐岛按到向前意见，就因认为讲，俩拓宽系短期的，做先来做，也系为了系中长期的，做咧天天咧讨论。但是目前大家礼拜出台差的问题先解决，好，那个问题的公务处今日从唐岛咧，7月份都有了召开说明会时间，会提出一些解套的方案吗？嘿。我本身新埔人，我只举新埔为例。新埔早期啊还没有外环路的时候，车辆也是只有一条中正路而已啊。那板条店啊100多家，请问他要怎么停车，怎么样下来吃啊？所以那个时候生意真的也不好。但是你看，现在有新埔区段征收以后，外环路也开了以后，然后有3街6巷9弄啊，这些就是说我们当然。历代的镇长他都在规划这些，所以你文化也发展嘛，交通也发展，然后他透过都市计划，你这个短期你用简单的一个手法，交通指挥增加人力，然后替代道路怎么样去规划这个还有刚刚镇长提到的，也是您刚刚所说的停车空间的问题啊，那这个路边停车，然后增设停车场嘛，这个都可以短期解决问题，那中期的话。就透过都市计划，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怎么样把文化也做好，交通也把它规划好。我想这个中期也没有问题。那长期的话，刚刚我想主席也讲了，各种不同解决的一个手法其实是不冲突的，是不冲突的。只是说你要选择哪一种，我们现在解决什么问题？那过境的交通，那当然用外环道来解决是最好。那至于就是说交流道的增设或怎么样，那当然交给。我们那个高速公路局啊他会去做一个有效的一个评估。那至于就是说联络道路的部分，休息站的联络道部分，这个当然短期内我们去做一个可行性的一个评估。我想这大概是我今天大概简单的一些看法。谢谢。好。那段中期的方案就各个面对的难题而日日来解决，不过谈大家的意见非常重要了哈。而且那罗老师就是说，其实关西它的文化底蕴是很深厚。那您认为说，关西如果往文化这个深化去做，就休闲观光来讲，对游客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一个吸引力？刚刚听完，其实某个程度很感动哈，就是所有的关西的证明，它那个前提是。希望关系是好的，所以我觉得能够先建立大家对于地方的认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第二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关系的优势跟劣势，所以我们关系到底我们最大的承载量到底有多少，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这个可能我们也必须要先有认识跟了解。那我觉得最后一个，游客其实是需要被控制的哈。能够维持一个地方的好，尤其游客，他也是要被教育，也要被控制。所以我觉得从这3点来做，然后配合整个专业的交通规划，我觉得对地方其实是有帮助的。谢谢。好，该最后陈教授提话一个好上个细亚机构，大家目前全球的趋势係慢城、慢活、慢游。其实等到老的老的旧的市镇或旧的市区，它因为这个腹地不够。所以会产生很多交通的问题，但是给它留下懂城的历史的纹理或社区的脉络，你还好好经营的发，将它比如说再活化啦，或再利用，要讲都市再生等等，那就新的概念，用版现有可能都关系的地方，利用浪漫台三线机会好好的发展落实。冇听说台三线真件因为关系会变做大家注意嘅太嘅吧？其實我因為徹查嚇，我哋咪來留意。處理聽，咩專家啦？我講因為不過車查俾講咗人來想辦法留下來。因為不管你停車場啦，我們不用這樣，因為啲都係考慮啦，唔係壞事情。太講認真相對到關係。因為講你經過個路客，佢講老嘅招牌樓而變細咧，
各间点都用技术家甲因呢上学的方式来设计些，最后嘅性格点的主人的性格来表现出来。今日普遍做老年做生意嘅呢，当将嘅做生意的方法来表现出来，来分享人客。因为逐间点做留言客呢，逐间点的留言客比去间停车场要行得强哦。因为你大家要格格来听受，然后呢招牌，然后呢街路来准备枪你来，准备奖来，大家来了唔要来色彩啊，迄来了享受的啦，是啥？好。你希望人来你Q的地方好好留了，看下安讲的文化的世界。假使比假使我反透露是溜啊过去的世界，跟关系因为想人来呢哈，像你喺前面也讨论时，大家有一个矛盾的心情，挺矛盾哈。就想人来关系欣赏来讲，又希望讲啊，我去了人吼，叫通过去冇攞到关系正地位度来啦哈，像你喺大家是矛盾问题，但是呢，想提出一下含加各种的需要来本地工厂单位甚至公务处的。可能是讲，假使用他的高原交流道起好以后，到底有几多车的我去抬上线呢？其实都龙潭是下走的，佢每个来到关系地边度的，该关系的车潮还会有按到么？假使高原交流道在老大部分嘅人潮都带到抬上线去，唔是个来到关系的时间，关系还需要去外款投入吗？假使讲关系因为高原交流道，然后人潮带走以后，唔是个向外环透露，而你真正想的是关系正地位度成发钱嘅透露係样板去，样板慢发慢有慢上嘅概念嚟经营关系，大家头摆是兴起嘅安江嘅路嘅小镇哈，像你喺大家共同讨论嘅啊，感谢无论北风落水啊，参加啲村民台飞的让哈，像下礼拜持续收听村民台飞，什么太感恩之谢，谢谢。